让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我係综艺群阿權妹。今日嘅 live 會同大家小見物嘅呢，冇唔錯，就係Annie客家電視台最新嘅連續劇嘅按到《老通之王》第3日27號，就係下禮拜一會開始來播出了。韓國啊，Annie下一段是第2段哦，第1段嘅時間會開放我們的 call in， 大家記得會打電話落來，Annie 嘅電話係0226309700，我打電話落來哦。好，鼓手大家請其他嘅 Annie 新嘅戲劇先來看一看我們的預告。我們啊，從以前到現在，一直被灌輸，公司給你資源讓你學習，還付你薪水。頭擺，Annie 身體老人家講，善男大兵製作的神仙夢想。我不是故意的，對不起。板懂靠喲。你怎麼這樣對我們呢？你現在就知道答案。經理，你別忘了你是勞工啊。在當地本頭家口頭加班地，還有不平的時間，唔爭意識到頭家根本就無推人實效。工作，還我工作，公道一時。這是一場休息時間的戰爭，我們要的是休息，不是錢，對不對？你認為什麼是幸福生活？哇，有看到親米的那一段話嗎？他說工作是為了謀生，還是找死？我會覺得哦，阿權妹哎，他全身起那個雞皮疙瘩哎，起雞馬皮哎，這麼幹呢？因為其實剛剛Annie看到那個畫面裡面的那些畫面。有沒有覺得在去年的新聞片段當中常常看到，比如說之前空姐的抗爭，然後還有一些，比如說今年年初非常大家吵得沸沸揚揚的這個勞動一例一休的這個部分，全部就會Annie大家就會關注的問題哦。鼓手細細格格來分享，也出戲劇主要演員來分享 TV 是我們的哇偶像，歡迎騰浩分享。Hello，大家好，我係黃騰浩，今日東方戲來到了。老太家打嘴鼓，哇，好吧，工作很好哦。3號也是我們的美女，上一部戲劇，明天一起去樂園也有來宣傳哈。繼續來分享這個美女小安維玲。Hello， 大家好，我係安維玲。今日來到亞樓，大家分享一件事，就係《老通之王》真嘅東精彩，東好看。哇，好棒好棒！3號來啊，係Annie這個也是帥哥一枚，而且韓國的Annie客家電視台有東島戲劇全部都有加，他的身影哦，繼續來分享給歡迎古斌。嗨，大家好，我係古斌，同歡喜來到亞老太家打嘴鼓。哦，剛剛Annie有看到剛剛那個預告的畫面，非常的精彩，而且非常的，讓人家非常的熱血，因為裡面有非常多很亢奮，而且看起來覺得也有一點點危險，而且好像就是Annie大家平常時就是好像是我們面對的環境，因為大部分人都是勞工，大部分人都有工作，大部分人可能都會面臨到這些問題。那這一部戲它就叫《老通之王》，就在同大家講一下這個勞動之王，它大致上的劇情是怎麼樣嗎？勞動之王大致上的劇情就是取我們好像一般現在我們任何的各行各業的人們，他們所可能會碰到的事情。對。那其實我們每一集、每個故事、每個事件，其實都是有一些根據去取材，然後我們把它編寫成劇本這樣。對，應該有看前幾期吧，就是騰浩跟維玲，就是這個是安泰，哎是什麼泰？英泰，對不起，英泰跟我們的宜晨這兩位之前一開始是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對不對？英泰之前是勞動檢查員。然後宜晨他是在百貨公司裡面寫企劃案的小資女。對，小資女，但是這兩個人因緣際會就到同一個地方來工作，然後再延伸接下來的故事。那這位同太搞來講一下，你們的角色大概是怎麼樣的樣子嘛？那我們今天要那個跟平常不一樣，我們要打破常規，我們要讓誰來來設計什麼來設計誰來，所以現在就從維玲開始介紹英泰。好好講啊。何英泰呢，他其實是一見面會很討人厭的
很讨人厌，很讨人厌的人。对我其实也感受得到，不是现在啦，我说我从戏剧里面我有感受到英泰的讨人厌。对，因为他就是那种一丝不苟，然后说话不留情面，然后又不顾人家心情的那种，讲话很直接的人。对对，所以没有，我在听，我在听。你什么意思？对啊，但是到后来就会发现，其实他心地有很柔软那一面，只是他有一些类似强迫症的东西吧，例如说洁癖。所以我们在办公室一起工作的时候是水火不容，因为我们两个坐隔壁，但是他的桌上就是超级整齐，然后就是发亮的那种，然后东西都摆好。但我的桌子是一团乱，然后一堆饼干，然后还有蟑螂跑过去那种，所以我们就看对方非常不顺眼。所以英泰在工作的时候非常讨厌宜晨吗？在一开始你们刚开始在同一个地方合作的时候，其实，在同一个地方合作之前，其实就已经不是很开心了。还是劳动检查员的时候就已经非常讨厌这个小子，就因为碰到他就没有好事情。衰事连连。对，比如说发生了什么衰事？比如说吐在我的身上。对，这是宜晨的开场戏。非常重要的一场戏。很牺牲呢，很牺牲。我自己看到花絮，我的天哪！因为你还说一句话，你鼻孔里有红豆哎。对。就是拍到因为那一场很好玩，我们全部拍蛮快，但是还蛮好玩的。然后因为他吐在我身上之后，我要把他推到椅子上去，就倒流了嘛，就刚好卡一颗红豆在鼻孔里头。然后我就一直靠在他的腹部，我不敢呼吸，因为一呼吸那个红豆就会吸进去。所以呢，感觉这是一个颠覆我们平常看到的偶像剧，然后女主角是从呕吐开场，从呕吐出场，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好笑的蛇啊，然后那个踩到狗屎啊，虫什么的。对，我有看到，其实一开始呢，英泰是一个对于那个脏的东西真的是完全有洁癖。他一看到那个宜晨要吐，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吐在我身上哦。”对，对不对？所以看得到英泰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一个人。那宜晨呢？请英泰介绍一下宜晨。其实他的设定就跟英泰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比如说，英泰假设是月亮的话，那宜晨应该就太阳。把自己讲成是月亮，我是比喻嘛。那其实英泰他是比较冷静，然后他对事情是比较讲求规矩道理的，对，然后做事一板一眼。那宜晨他是比较充满了热情，然后做事比较大咧咧，对，然后觉得就比较率性，然后比较有冒险精神。那这些都是英泰没有的。对，可是其实宜晨有某部分最后是感染了英泰的，对不对？其实我们两个彼此都是有互相在影响对方。我把我的理性丢给他，然后他把他的对看待任何人事物的热情丢给我，然后其实我们是有 mix 在一起的一些东西。对，好，撒哈勒是我们另外一位，这是我们的第二男主角，我们的古斌。那古斌在戏里面其实是一个大律师，感觉跟你们两个人，你知道，觉得律师是一个相对起来非常比较高高在上，然后也比较感觉起来跟宜晨跟英泰好像没有太多的交集。那宜晨跟立翔这个角色，你俩用啥之间又有怎么样的火花？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然后我不知道，原来他从小就一直喜欢我。那他去考取律师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爸爸，然后另外原因是因为我，因为他想要给我好的生活，然后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还有做到很好的工作，然后就是很现实中这样子，因为律师可能是大家心目中的一个好工作，那他也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认同他，因为他的出身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他要一个支持跟一个那叫什么？就是证明自己也可以很好，这样。对。那你觉得立翔的个性呢？他的个性比较执着吧，然后就是爱得很浓烈那种。他从小到大心里就只有宜晨一个人。哇，好专情哦！这个专情的立翔，跟丁阳木祖迪度，你吃到宜晨又会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怎么样的一个女孩子？可能因为家庭背景，他家人都可能爸爸又一直在外面，妈妈又离开，那他会是我邻居。那当一个人在
很需要温暖的时候，刚好，其实他们嫁给了我。那尤其他在我身上，他让我感觉到所谓的真正的温暖。那你理所当然的就会把重心放在这边，你也会把这个东西转移成自己的一个动力去做很多的事情。那其实大家对于长辈来讲，律师是一个最有象征力的职业，不管是干嘛，所以我就一直往上。加上家庭背景不好，你会比一般人更来的有动力去争取一个你想要的位置，因为你想要避开这个环境。那因为他小的时候可能都比较不懂事嘛，讲话很直接，感觉相处蛮好的。他会说我以后都跟你在一起。他讲可能是很直接，但我把这个话会放很重，当成是你的对，就这句目标话，我到长大都还是这句话。对，好，鼓手爱蕾三傻高塞唐哈了，有没有觉得维林真的是一颗太阳？听起来他好像这个角色叙述的最棒，他是一个很善良的天使般的存在。好，第一团就差不多要结束了，下二团就要来接天花了。鼓手大家还记得天花冇？0263、0970，记得打天花落来哦。先看一段广告。是你？基本上哦，佢就是一隻快上下的怪人，佢看好強烈哦，都有偏的地步。啊！你都是牛粪！怪人！翻译了，你对任何形态很在意哦。有没有暗涌？真给你多多两张 C 妹，出门好事情。今天到底走什么运啊？炒到那么惡心的排泄物！如果看到你啊，我就一肚子氣。你忍住！既然知道單身冇乜嘅唔好，做乜嘅搞死咪朋友啊？你講唔真勁中意嘅你，沒應該2月份要是有點手來了嘿。我變了，為什麼我變了？難道是因為他？好，分享大家有真的福喜來的節目，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下里愛可以放call in了，鼓手叫個天花拿起來，打落來0226309700，同人講通關密語，通關密語係乜嘅？就係下里勞通之王嘅播出時間，然後阿群妹先同大家講一遍咯，3月27號開始，下禮拜一，拜一。到拜西安不太有8點，好啦，我比也比出來了，說也說出來了，大家記得打天發落來哦，還正在同眾偶像們聊天。好，接下來我就來問一下3位哦，其實談起來演生，迄以來投入冇唔錯，但是我想先問一下3位，因為也出戲啲嘅講老公，也得頭擺有其他嘅工作嘅經驗冇？以前的一些工作的經驗。騰浩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我做過髮型，哦，對，然後髮型，對，好就做厲害哦。過弄頭髮，就是剪頭髮、造型啊。對，不過懂辛苦，對不對？是很辛苦。各行各業都有辛苦的地方，其實。對，那像在這之前讀書時期，為了要賺一點零用錢去打工。然後去餐廳打工，那其實餐廳又是另外一種的勞動的工作，那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那做吃的其實也很累啊。那我們是應徵服務員嘛，就是那個外場的，就端盤子然後服務人家的。那其實那個也是很累的。對。所以其實大家的工作經驗，騰浩也有自己的工作經驗。那其實維林呢？維林自己其他除了演員之外，其他的工作經驗。就是從大學工讀生在圖書館裡面整理書，然後幫人家借閱資料，然後還有音樂老師，這樣。音樂老師，對，老師的工作。啊，因為你本身是學聲樂的，對，所以也有在當音樂老師。對，就是教小朋友，一直到國中生、高中生這樣。哦，好厲害！然後後來就開始當演員。對，其實演員也是一個勞工的工作，我覺得，因為對我們在拍《勞動之王》的時候就一直說，就是工作人員會說，很累啊，因為工作時數很長，休息時間很短，然後再拍《勞動之王》，對，很感同身受，對，感同身受的感覺。對，那是下來顧斌呢？顧斌去甲頭擺做的頭路有冇解？
2个，第一个是餐厅的服务员，也是一样，服务员外场。第2个是卖衣服，卖衣服。对。那你之前做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有觉得哪一些地方是比较辛苦的吗？其实辛苦就是因为在香港的时候人都很多，餐厅人多到一个爆炸。唯一一个比较压力比较大就是人多的时候，你一个人应付那么多，大家脾气都不是很好，都赶时间。对。所以比较累就累这一块，但相对有一个好的就是时间就过很快，很充实。对，因为你每天比如说8个小时很快就过，但你会发现很累。但另外一个累，卖衣服就是落差很大，对，时间过很慢，因为客人也没有到很多，其实都累，但是推销衣服，对，所以其实各行各业都有的辛苦的所在，现在就要来跟观众互动喽。赛格格来叫你T同电发嘿，你台北市的黄小姐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的通关密语是。劳动之王首播在3月27礼拜1到礼拜4晚上8点，好棒哦！恭喜你答对了。然后我刚刚忘了讲，你讲对我们的播出的时间呢，你就会送你一张4点录哦，是这一次客家电视台劳动之王跟我们的厌世动物园合作，很可爱的一个这个小信封，等一下。对，那你有要跟我们的演员说什么话吗？说什么加油鼓励的话？希望他们都注意身体健康，对，然后天气比较转变比较多，所以记得多加点衣服这样子，然后不要太累。好，谢谢你，好温暖的建议哦，好温暖，谢谢你哦。还讲3号了，嘿，你嗨同天发嘿，你主动的庞小姐你好，喂，你好，你好，我们的通关密语是冯。是冯小姐是不是？不好意思哦，冯小姐你好。你好。嘿，请问我们的通关密语是？3月27号，拜日到拜4，按晡夜8点到9点。哇，好棒哦！恭喜你答对了，而且是全客语全堂发哦。对。跟有冇嘅发想会同你天司机头前的演员讲冇？喂，嗨。好，可能你天发先挂题目，我想讲，你还有嗨同天发，你两台的陈小姐，嗨，你好，我们的演员好，好，大家好，好，陈小姐，我们的通关密语，通关密语係嘅3月27號，勞動之王，T20按晡頭8點到9點，拜日到拜4。好棒哦，答对了，恭喜你得到 NES 电路哦。什麼？好，陈小姐，你看 N 天司機頭前有演導有講嘅也就演吼，我同佢講伊就鼓勵嘅發夢。我希望嘅古兵有冇特別做發言。古兵太叫做發言的嘛。哦，因為佢上都懂演導啊，男人不壞，女人不愛啊，是不是？好人。很記得咧，我做練客家話。好。客家電視台做講客家話。好，我們會努力的，謝謝你哦。什麼嘢？好，拜拜。加油。好，有沒有？其實觀眾都非常的熱烈。那你也還沒想來唱演員們跟大家分享一下的這個拍戲的時間，聽說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尤其是在一開始我就看到英泰就是因為是長太高，是不是還撞到人家神桌？哦，不是我長太高，是那個神桌太低了。什麼？其實那場戲其實。可以把英泰的个性把它展现的还蛮就是让他会觉得他比较奇怪。那一场戏，而且是真的是把他撞坏了，然后那个神像真的都，因为我撞好几次。哇塞，真的耶，撞超多次。为什么你会说可以把英泰的形象表达出来呢？因为其实他在，因为我们前面这个是算很开头的戏嘛，那其实。
开场的时候，英泰他其实就是要把他的形象先建立出来，然后对一些比较脏乱的东西，他会觉得很不。所以这一场是因为看到猛菜，看到蟑螂，对，所以吓了一跳。吓到，对，因为吓到，因为英泰吓到他的反应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大，非常的稍微浮夸一点。那其实跟那个平常的他的那种反差，就是把它拉开来。对，那拍这场戏的时候还蛮累，因为我要边撞边跌倒，因为地很滑的，然后我穿那个皮鞋是没有止滑的，所以基本上我每次都是真摔，然后真撞真摔。对。鼓手啊，做演员真嘅都冇简单。好，你有观众朋友爱同样的演员来鼓励哦。刚刚的你团线咧主动嘅冯小姐好，嗨 ，hello， 有听到吗？嘿，有听到哈。你刚刚有跟我们说的通关密语，跟人家想要再讲问有乜嘅发想要同演员讲冇？下个安讲，什么也不安讲啊。又帅又美就超嘿啊，该上班做该天光向下去乐演啊吼，该女主角啊吼。该安维琳啊，嘿，长形上去诶，很漂亮，对不对？什么？讲你的黑发有千万流哦，嘿，好棒哦！天天几叫，天天几笑，实在很会做。哇！鼓手，你喊你出去跳楼通知不？没有，拜托你多多支持哦。当然的呀。好，谢谢你哦。都是长虹哦，哈。好，谢谢。拜拜，拜拜。好，你三号就来问一下古斌。古斌刚刚一开始你如讲，第一条底度黑做一下历史是一个律师，那感觉律师他虽然也是一个工作，但是你一般你一兄懂哪些兄讲这个律师会在工作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其实你演的律师立翔在戏剧里面也遇到了一些难处，对不对？对，因为在律师的行业里面，大家可能就觉得律师了不起，其实不是。一开始他们有长辈之分，在这个圈子里面，所以变得就是说，上面的可能是我的上司，他有很多的事情，他不管你够不够时间，反正你就得帮我处理完。所以甚至连回家，他都一直还在找资料，找过去的一些案例，这是大家看不见的。在办公室很晚下班。然后有些时候就是比如说，帮我倒杯咖啡来，倒不倒？倒啊，因为我需要他提拔我，介绍客户给我认识。对，这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蛮纠结的，就是我们都希望可以接到一些大的客户，但大的客户有些时候他们也很直接，这个事情我就是不对，但我希望你帮我打赢，对，让我无罪。那我今天就是说，受人钱财，很纠结，替人消灾，那到底这是讲到良心这一块，所以比较纠结的，也可以让我们发现说，到底要不要做。那有些人就觉得，我今天这个行业，好，我做，做了之后，我回到现实的时候，我就回来我原本的。有些人可以说服自己，对，但有些人就没有办法。比如说立翔，他一开始一直说服自己，我就是要达到可能是某些目的，我要去这个宜城，但是宜城相对的发现这个事情之后，他来跟我讲，让我的良心又再一次的发现说，好，那我决定不要再为了什么去做什么，要为自己，到底喜欢的到底是什么。鼓手你楼通之王啊，真也会把我们的人生的各种的面貌都呈现出来。这个是一个职场的写实剧，真的真心推荐给大家。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美国有强用，我老婆强用。真的没有想到，我会瞎了眼睛去相信一个出卖我的人。劳动检察员就是一座沟通的桥梁。鼓手，你唔要提起辞职的事情。我接受哦，你做安抚一样的条路，你不要忘了你也是劳工啊。你对自己的权益不在乎是不是啊？我要为我先生讨一个公道，一条命。
就还能谋他们。你是不是要抓我们的？那种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哦，就没有工作，懂讲啊？小文小，你要把车都给打到气唔气啊？你敢犯昏啊？唔应该事，即刻都唔抵啊！哇，你看劳动之王啊，还有按斗的泰来宾哦。其实3位都有跟这些厉害的来宾们对戏，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古兵真的是要好好来，我不知道该说我要来打他屁股，还是说要来说他真的好勇敢。你竟然捅川哥，你竟然敢就是抓着川哥的衣领这样子，这样对吗？古兵，你公开呐？没得怕的，没得怕的。对啊，因为跟川哥也其实蛮熟的。我的第一部戏6、7年前就跟他合作，他那时候是演我的爷爷。爷爷。对。现在年纪变得更接近。更接近。其实因为他那时候他化老妆。哦。贴胡子。对。所以中间因为刚好我又常常在现场混没拍的时候，就是几乎跟很多演员都混得很熟。那他也很照顾我，所以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其实也没什么，反正就要干嘛都干嘛，已经很熟了。对，没有那个隔膜，反而会更加的想要问他有没有什么觉得可以更好的，他都会去建议。对，所以相对的，我们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的害怕。对，没有那个害怕的感觉。但是我想，对戏里面应该是很加分，因为你们2个很熟。但是你们也演父子，虽然亚迪波亚用字牙吼，看起来感情不是很好，可是其实我想，儿子对于爸爸心里都还是有那个牵挂的。那爸爸对儿子那一定也是，对不对？你们2个之间的情感又是怎么样的变化？我跟他的情感是因为小时候的我会觉得我吃苦了，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别人的家庭可以这么的圆满？我不是要吃好喝好，我只要一个圆满家庭。他甚至是对我妈动粗，导致我妈可能离开了，那我才会一个人无依无靠，又不能工作，又不能干嘛。我只是希望我可以快一点长大，可以出来社会，就是可能自力更生。我自力更生的时候，我做这个行业其实很怕一个东西，就是家庭背景。人家会去打听，因为你的家庭背景而来断定你这个人的人格。对。之类的，刚好在我往上爬的时候，他出现了，所以是有一点害怕的，跟抗拒的。对，其实好玩的地方是他又害怕，但又想要赶他走，但其实心里面，他一转身的时候，你心里面又有一种就觉得他还是你爸，他生我，养我，所以没有说照顾得很好。对，其实我自己会再把这个东西放在我自己，其实我自己跟我爸爸也是会这样，比较传统。我来台湾，我爸就说有翅膀会飞啊，那以后不要回来。他每次回去的时候，他还不是一样不说话，在那坐在旁边，他不会去离开你的视线，他就是一直等待一个机会的时候可以跟你聊天，但他不愿意开口，所以到最后，其实我觉得编剧处理的蛮好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不是一种很表面的接受对方，对，我把话说开，就是说我们各自加油。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那其实就等于说让时间来让我们再走在一起。对，所以《劳动之王》不仅是这个职场的写实剧，它也是人生的写实剧，对不对？而且啊，其实维林跟我们的滕浩，你们有去拍一个非常大场面的戏，我想这也是利用啥替拜按哪体验，对不对？这个抗争这种很大的场面，对，滕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这部戏的大场面还挺多的。那场戏为什么会那么印象深刻？是因为那场戏我们几个人都要套一个绳子，童军绳、麻绳吧，还是童军绳？童军绳。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要绑在脖子上，对，然后只要一拉扯，那个绳子就竖起，它是一个活结。而且只要一个人被束紧，其他人也会被束紧。对，只要一拉扯到那个绳子就会束紧，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拉到。那其实。拍那场戏的时候有推挤嘛？那推挤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跌倒，要做戏啊，跌倒，有时候是真的摔，然后摔到的话就会一个拉一个，就一个拖一个，然后就拉到了。拍完以后，大家这边都是红红的一圈一圈。
好，你们好激烈哦！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抗议现场，抗议现场是更激烈的。对。哦，所以其实那一天你们是在劳动部的前面来做抗议，对不对？那一天是在工厂里面来做抗议的这个桥段，而且听说你们在做举牌抗议的时候，有人来声援你们，有人帮你们加油打气，很可爱。哦，那一场戏是游行吧？对不对？对，游行是游行的时候。然后我们剧组的游行队伍要从那边走过去，然后刚好碰到另外一支游行的队伍，真的是真的游行。然后他们说，我记得是说，对面的朋友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单位，我们都支持你，加油之类的。因为大家有志一同，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些什么，告诉大家自己的理念，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对，所以其实劳动之王真的可以给大家一点点的勇气。对不对？可以给大家不仅看到自己生活的面貌，还要给大家温暖，给大家勇气。所以呢，3月25号礼拜六，我们有办一个什么呢？一个加油会，超级温暖的，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加油会。到时候那个板桥的也大，然后对，然后是会在下午的几点呢？下午的4点，就25号礼拜六，有空来4点，对，因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哦，还有唱那个我们的片尾曲也非常的精神。是我们的iColor的黑友，然后演员都会到现场跟大家见面，对不对？好，太棒了。鼓手呢，3号了，我们就要来继续跟大家讲说亚普希老通子网敌度。里面还有什么其他更有趣的事情？听说啊，维林吃到牛粪是不是？对。为什么会有这个意外发生？就是那时候我们一开始见面，然后第一天去劳体们，我们第一天在一个职场工作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那时候看对方就非常不顺眼嘛，然后我们的老板又给我们一个工作，就是去载牛粪回来到抗议现场丢牛粪抗议，然后所以我在打包的时候，他一听到那么脏的东西，他马上就走了，他就还没有绅士风度留下我一个人。英泰就是一个洁癖的人，对，然后所以我在那里装真的牛粪的时候呢，又有一通电话来，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其实剧本上面没有写要吃牛粪，是导演就是我们沟通，觉得这样是好玩，而且是有那个紧凑感又生气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电话响的时候拿的时候，很自然的要把那个手套拿下来，咬下来的时候才发现，我刚才满手都是牛粪，然后那些牛粪是真的牛粪，然后因为那边的牛是真的牛粪，拍戏不是应该用道具吗？我也这么以为，但是我们后来问了道具组，因为他们是有准备道具，对，是干净的化肥，然后因为要摆在那个牛粪堆旁边嘛，那刚好那个牛他们非常的开心，看到他们看到我们剧组来，劳动之王剧组来，他们非常开心，然后就在我们的道具那坨牛粪那边就开始把屎把尿这样，拉起来踏来去，然后就混在一起了。那就刚好就将错就错，然后刚好维林他也自己在手在搅和嘛，搅和完之后刚好电话来，他说电话来摇一下，然后就吃到了，对。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你会摇手套拿起来，因为滑不动嘛，然后就呸，然后就更生气他，就拿牛粪砸他，真的丢真的丢。有我有看到预告，有那个滕浩被那个牛粪砸到的样子。鼓手啊，亚出希卡刚刚说什么是职场写实剧，也是人生的写实剧，但是阿 Q 莫应该呢，我要再给他另外一个定义，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偶像剧，因为男的帅，女的美，而且画面也美美的，而且还有感情戏哦。今天没有时间同大家讲案到，不过大家唔记得3月27號下禮拜一，安補頭8點到9點，禮拜一到禮拜四，逢陽大家準時收看。韓國3月25號的加油會，逢陽大家到板橋的大圓柏同大家見面哦。鼓手今天謝謝3位演員來到現場，謝謝你們。好，沒什麼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先休息一下，等下聽聽運動欣賞嚟做運動了。